那这风台已经走对中国去，也毋过即马台湾这雨水还是真高。气象署评估这高雄山区呢，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。市政府已经大声予山区来撤离1835个人。那么下桃园、茂林、六股甲甲山这5个行政区呢，今仔日嘛拢停班来停课。另外，山区的道路呢嘛有成封路管制，所以提醒民众唔通入去。 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高雄山区的雨插地，自2日暗时就开始缩沙到，23透早雨是愈落愈大阵，尤其是桃园区，早起10点，24点钟累积的雨水量已经超过260毫米。市府表示，因为气象署评估高雄山区的雨水量会超过400毫米，2日下晡先针对山区做预防撤离，拢总撤离1835人，而且桃园、南马社、木林、六股、甲山这5个行政区，23也拢停班停课。 剑山目前开始下雨哈，昨天都是下停，下又停，这今天开始都比较大一点了。往这边嘛，下要去走啊。 对了，大型撤离山区民众，市府嘛伫市区道路加强巡检，避免路树倒去影响交通。山区的部分公路局嘛伫2日暗时10点，针对第20线、第27线、第29线的重要路段进行封路管制，同时派人加强巡视。有公路人员巡查之后，那我们先解除了台29线纳马夏到五里埔，还有台29线三明火，以及台20线甲仙到老农3处的预警性封闭。 目前尚有5处的预警性封闭路段。气象署持续对高雄山区发布大水雨的警报。高雄气象站表示，这2天山区的天气不稳定，随时拢会上大雨，请民众若无必要，暂时莫去山区，避免发生危险。记者郭家祖、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